好，来继续来看美国的总统大选，确定是拜登来当选，但是川普无愿意承认讲伊选输，嘛无爱来移交政权。拜登讲，川普这个举动互人真难堪。拜登搁讲，就算这个川普的政府拒绝来交接，嘛袂当阻挡伊刷落来要做的代志。 美国现任的总统川普伊继续承认败选，伊还继续要求调查选举是毋是有问题，嘛无愿意展开移交的工作。10月初10，民主党总统当选人拜登伫家乡召开的记者会顶悬，伊原来讲了真坦白。I just think it's an embarrassment. Quite frankly, how can I say this tactfully? I think it will not. Help the president's legacy. 除了川普无承认败选，伊所任命的联邦总务署署长嘛一直无要宣布拜登胜选。那按照美联社顶几间媒体的报道，拜登这边的阵营态度嘛愈来愈强硬，无排除要采取法律的行动。那美国的国务卿庞贝欧10月初10伫记者会向问着讲，是毋是甲拜登迄边有联络的时阵，伊是安尼回答的。There will be a smooth transition to a second Trump administration. 川普毋拉伫宾州甲密西根州提起诉讼，搁伫网络顶悬发文，讲伊已经摕到真有利的进展。另外，美国的国防部伫国防部长艾斯培强开除了后，国防部政策的副处长安德森嘛对咧洗头路。消息指出，安德森伫甲白宫人事办公室过下届发生意见无共了后，伊就提出讲要辞职。看来美国伫新总统上任进前，也阁有真侪风波会发生。